耕田嘅，見唔到人，即係見到咁大型嘅機械。依家係春分時候，春天時候，呢個就係施肥播種機，一個人可以打理幾公頃就係咁解啦。呢個方圓咁多都係屬於一個業嘅，哇，都係佢嘅。目測應該有5、6公頃，德國人嘅機械化就係咁嚟嘅，見人唔見機唔見人啊！化肥應該係施肥，應該係施肥，一股臭味，應該係施肥。